睇今集嘅安娜區塊鏈。咁今日咧好高興請到一位重量級嘅嘉賓啦。咁啊佢就係 Leo。咁啊係啦。咁大家如果投資開 crypto 嘅朋友仔咧，應該對佢都唔陌生嘅，因為講緊咧其實crypto界嚟講咧，全職嘅投資者咧喺香港嚟講咧，咁啊 Leo 咧都係好早入行嘅。咁啊除咗陣間嘉賓咧會同我哋分享一啲佢入行嘅心路歷程之外咧，其實今集咧我哋會有幾個唔同嘅主題嘅。首先會講下即係量子電腦嘅威脅性啦，同埋嚟緊即係美伊戰事對成個加密貨幣市場嘅影響。咁啊，仲有啲加密貨幣嘅新聞咧，同大家 update 翻嘅。咁我哋先介紹翻嘉賓先啦。咁啊，同 Leo 傾下偈先，係啦，係 Leo。咁啊，大家都知道佢其實本身咧都做開好多唔同嘅即係財經或者 crypto 相關嘅平台啦。嗱，如果有追蹤佢嘅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嘅話咧，都知道其實佢成日都會 upload 唔同嘅片嘅。咁啊，訪問唔同嘅人啦。咁啊，大家有興趣都可以追蹤佢嘅。咁其實 Leo 咧可以話係全港咧一個最早講 crypto 嘅一個 KOL 嚟㗎，亦都係全港咧可能係第一位全職嘅 crypto 嘅 KOL。咁啊有一樣嘢咧就即係我自己最有即係最有深刻嘅印象就係因為2025年咧，其實 Leo 咧喺網絡上咧可以話係第一個講話 crypto 成個牛市完咗嘅 KOL。因為本身我自己咧都睇好多 crypto 相關嘅影片啦，但係其實咧好多人咧就好難去直接咁樣去估頂嘅。但係我記得當時咧，阿 Leo 有講過就話即係12.6萬咧就有機會高位回落，咁啊叫啲人即係可能只賺咗先嘅。咁啊我自己就覺得都幾深刻印象嘅。咁接下嚟嘅時間咧都想 Leo 你分享一下啦，其實點解你會做一個全職嘅 crypto 嘅即係投資者啦，同埋其實你平時點樣睇嗰啲加密貨幣嘅走勢咁樣，可唔可以同啲觀眾分享一下㗎？其實我諗同大家一樣啦，我諗聽 BTC 或者聽 Bitcoin 可能係仲早過我第一次買入呢個 BTC，可能2017年，可能2015、16嘅時候就已經聽過㗎啦。咁但係我諗同大家都一樣係聽咗之後好懷疑啦。開頭嘅時候聽啲新聞可能係升咗上1000蚊，跟住又跌翻落200蚊、300蚊嘅時候，聽好多呢啲嘢啦。咁但係真真正正買，可能真係去到2017年嘅時候先買啦。咁就經歷咗當時候嘅一個最後嘅牛市階段啦。即係記得2000零蚊買，跟住年尾升到上差唔多2萬蚊，跟住又跌翻落嚟，最低可能1000零蚊、3000零蚊我都唔記得咗啦。咁跟住咧去到2020年嘅時候啦，咁啱啱有個機會啦，咁我就覺得真係經過幾年嘅觀察之後，就會覺得呢一樣嘢真係未來喎，即係覺得好明顯地，我覺得呢一樣嘢係有發展空間嘅。另外就係我上網睇啊，主要係上網睇嘅時候嘗試揾一啲資訊。當時候可能就算國語都未必好多，都有嘅，但係唔多啦。廣東話就係零啦，咁所以就想做呢一樣嘢咧，去早啲介紹呢一樣嘢俾人啦，亦都可以幫到人。嗰陣時又好似啱啱係疫情嘅時候咁樣嘛，可能啲經濟啊各方面都唔好，咁大家都揾啲出路。咁我自己覺得呢一樣嘢，既然我自己認為啦，會係未來發展得好好嘅時候，咁就想介紹俾大家咁樣。咁你其實都即係做一個全職嘅 crypto 嘅投資者，都已經5至6年時間啦。咁如果譬如有啲新手即係想入行呢一個幣圈啦，咁你有啲咩建議俾佢哋？或者你覺得其實做呢一行有冇啲咩困難啊？同埋其實自己有陣時咧點樣去？因為你全職去做，其實都要自己有一個好好嘅投資心態，因為你要平時又要睇住個盤啦，要睇住個市啊咁。平時有冇啲咩紀律要嚴守翻，即係可以同啲新手入場嘅朋友仔去交流一下㗎？我自己就我頭先啱啱嚟之前都錄咗條片，都講咗少少，就係話其實我哋一開頭嘅時候，可能同大家一開頭買嘅時候都係啦，又或者係嗰陣時嗰個氛圍係啦。17、18年嘅時候，甚至乎去到2020年嘅時候，都係大家比較容易就揾到一啲百倍幣，甚至乎1000倍幣咁樣啦。咁可能嗰陣時咧就養成咗大家覺得，咦一定會買啲細幣咧就會升得好多好多咁樣嘅。咁但係慢慢就發現唔係咧，尤其是我喺23年嘅時候同大家講，23年4月嘅時候同大家講，當時候牛市開始啦。咁亦都當時候都同大家講嗰個，因為我覺得每一個 cycle 都有個主題嘅。咁當時候我就同大家講係mass adoption 啦，同大家講 Bitcoin 係主角啦，同大家講冇 altcoin season 啦。咁當時候我諗
連續即係2-3年，大家都仲係喺度，即係我講咁多都冇用啦。咁啲人即都會聽你講。唔係聽唔聽我講嘅問題。咁呢個的確係根深蒂固嘅，覺得一定會有 altcoin season 啦，覺得其他幣一定會升得好快或者多過 Bitcoin 咁樣啦。咁但係事實上就冇出現到啦。咁正因為我咁樣諗，咁所以其實我自己都偏向穩陣少少嘅，即係可能而家大多數喺 crypto 上邊嘅資產都係 Bitcoin 啊，又或者都比較少去接觸其他啲有槓桿嘅產品，咁所以整體上你話使唔使花好多時間去睇咧？我又覺得唔使嘅。再加上就係、即係如果要搞到自己好緊張、好精神崩潰咁樣咧，咁我就覺得就好似唔係個原意咯。咁所以我自己都盡量希望買到一個位係升又開心，跌又開心咁樣咯。咁就完美啊！我覺得係啊。咁而家係咪即係個4年週期已經完咗㗎啦？你自己睇法係點樣㗎？4年週期完咗，咁啊又會開始另一個啊嘛。咁我就覺得整體上、大體上咧，可能都仲有一個所謂嘅 cycle 喺度嘅。咁但係其實嗰個走勢上面可能會有少少唔同。咁就每一次嘅少少唔同咧，就會令到大家就大部分嘅人咧都會捉唔到嘅。咁可能嚟緊呢一個，我會認為係可能有機會係比較長少少或者更加強嘅一個 cycle。咁但係你話係唔係一定邊個時間就升，邊個時間就跌咧？咁就要真係睇翻當時候世界上邊唔同因素再去睇啦。咁 altcoin season 係咪真係唔會再嚟？因為其實好多投資者可能手上都真係揸住好多山寨幣。我自己覺得唔會有一個全面嘅 altcoin season 咯，即係可能你會喺某啲時候、某幾個星期，即係你會變咗就唔係 season 咯，即係 season 我可能會當係最少3個月、半年咁樣先叫做一個 season 啦。咁可能對上一次都係，可能我哋會見到某一個月，甚至乎某幾個星期某一隻幣比較好，但係唔係以前咁樣，你求其篤一隻10隻裏邊8隻都升好多咁樣咯。嗰樣嘢就未必會再發生啦，即係除非真係會你有一個好好嘅主題去配合翻呢件事啦。但係我覺得短期內或者未來呢幾年都唔會，尤其是我會覺得嚟緊都仲係 mass adoption 嘅即係第2 part 咁樣咯。咁但係就所以大家嘅 focus 都仍然都會喺 Bitcoin 嗰度咯。咁睇翻即係 Bitcoin 近年嘅走勢啦，其實喺戰事期間都企得比較穩嘅，即係企穩大概7萬蚊水平。咁其實早排即係跌過最低大概6萬蚊水平啦。你即係會唔會覺得有機會可能係呢一浪嘅所謂嘅底部，或者都比較安全去入市咁樣㗎？如果你問我嘅話，我就會覺得7萬蚊樓下嘅比特幣就已經係好吸引㗎啦。甚至乎係就算發生咩都好啦，我認為呢個 cycle 都唔會低過5字頭咯。即係如果樂觀嘅話，6字頭就係一個底，就係一個已經係個底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好悲觀嘅話，我都唔認為好似好多人咁講，好似一定要好似上2個 cycle 咁樣跌8成、跌7成咁樣。我唔認為咁樣嘅。我認為6成，即係去到大概50左右已經係即係已經係嗰個極限嚟㗎，冇得再低嘅。因為其實如果你回調7成至8成，即係可能講緊都係穿5萬嘅。但係你覺得呢個機會今年就即係或者呢個週期就有機會冇咁快出現，或者唔會出現啦。咁其實如果咁樣睇嘅話，而家大概7萬零蚊咁樣向下，其實即係大概可能最低當你跌到5萬就有機會有個支撐啦。咁啊上望嘅直播空間好似相對嚟講咧就吸引好多，即係我自己睇法係咁樣諗啊，係嘛？你都認同呢個説法係嘛？咁啊，其實因為最近都打仗啦，我哋見到咧，其實即係個戰事嘅影響咧，對成個即係無論係環球股市又好，加密貨幣市場嚟講都好啦，都有一個好大嘅衝擊啊！因為見到其實即係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又話開又話閂，咁啊特朗普又想攞啲油水啦，可能從中係啊，咁你點樣睇個戰事影響個幣價嘅走勢？因為成個戰事嘅氣氛其實最關鍵就係影響個油價，咁啊油價就會影響即係佢嚟緊個減息或者個加息嘅步伐都有機會可能重啟啦。咁呢一樣嘢，你覺得同成個幣圈嗰個相關性又有幾大咧？而家暫時嚟睇，由3月開打到而家咧，反而咧，我覺得成件事係令到大家
更加認識比特幣咧？又或者令到大家對比特幣嗰個放心程度大咗？一來咧，頭先你一開頭講，其實由打仗到而家，其實咁多樣資產裏邊唔計油啦，咁可能做得最好嘅都真係比特幣喎。又開始我哋會見到一啲新聞咧，就話咦中東有啲富豪想搬走啲資產，太多金嘞喎，唔知點搬喎。咁可能比特幣就係一個選擇啦。又或者上個禮拜我哋聽到伊朗嗰方面可能想收一啲過路費，或者每桶油收1蚊美金，但係要 BTC 收啊嘛。咁就可能即係大家都會真係趁呢個時候睇到呢啲新聞嘅時候，更加去認識比特幣。再者啦，我哋見到打仗打咁耐，之前我哋一路都以嚟覺得係黃金比較穩定少少啦，比較放心少少啦，打仗買黃金啦。咁但係見到個波動性似乎比起比特幣更加大喎。咁大家喺個腦裏邊，我諗會開始諗究竟係唔係真嘅咧？以前一貫嘅思維咁樣，咁就開始我諗大家真係會諗呢樣嘢，所以就相反呢場仗可能係幫咗比特幣多啲。同埋睇翻個走勢，如果即係話同黃金比較嚟到講咧，戰事開始之後，其實黃金個走勢更加波動。相反，比特幣其實佢係比較平穩啲啦，亦都企穩大概即係6萬蚊水平樓上㗎。咁同埋同環球股市嚟到講咧，其實比特幣咧好似即係個表現仲更加好似抗跌力都比較強添。咁所以有理由相信其實而家即係可能隨住個戰事嘅發展啦，咁會唔會話利好翻成個加密貨幣市場咧？同埋頭先呢度都有講過話，其實而家要運翻船嘅時候咧，佢哋會收 Bitcoin 啊，咁啊都幾得意嘅，我自己覺得。因為如果佢即係其實點解佢要收 Bitcoin 咧？佢唔收其他嘅加密貨幣咧？你有冇啲研究或者有啲咩睇法咁樣㗎？首先 Bitcoin 流動性最好啦，即係如果要做一啲買賣嘅時候最快啦。另外就係我諗其中一樣佢哋最想表達嘅係我哋唔收美金啦，即係我哋想去美元化，唔係同埋制裁啊嘛。係啦，咁就當佢哋尤其是佢哋而家打仗嘅時候去講多次就係 Bitcoin 或者加密貨幣要轉移嘅時候，實在係方便太多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最大嘅原因咯，我諗係。咁其實點解唔收 USDT 嗰啲嘅？即係點解要 Bitcoin？首先唔收 Bitcoin，首先唔收美金啦，唔收 USDT 啦。即係 USDT 因為綁美金，所以佢就冇咁。係啦，另外始終係我諗係個流動性問題啦。即係如果我要出手啊，就算我買 ETH，咁調翻轉問啦。點解要買其他唔係 Bitcoin 咧？咁即係所以就買 Bitcoin 就會比較，即係大家都知道係咩，又或者啲係啦，又或者啲易啲走買油嗰啲人啊，啲公司啊，去買 Bitcoin 嚟俾你都容易啲啊嘛，係咪？即係一係唔通我話我乜都收咁，你突然間 send 隻狗狗幣俾我，咁我點算咧？咁所以其實呢樣嘢我都覺得係即係體現咗 Bitcoin 今時今日嗰個用途啊！即係以前大家覺得 Bitcoin 可能都係一個即係數位黃金或者一個支付工具，但係其實都唔知點樣去真正俾錢。但係呢一件事咧，就正正體現咗其實今時今日比特幣嗰個即係支付嘅功能咧，係可以咁多元化。就算你打緊仗嘅國家咧，其實都係講緊係靠佢嚟到即係走佬都好啦，係嘛？同埋 Bitcoin 可能係少數嘅真係中立嘅一隻coin 咯，即係你話 Ethereum 始終都會有背後有個 foundation 啊，又或者甚至乎 XRP，大家更加話係啲華爾街產物啊咁樣就，所以就都會揀 Bitcoin 到最後。係忠誠啲啊嘛，可能係嘛係。跟住咧講埋即係量子電腦啦，咁Google 就出咗個白皮書，就講量子電腦可以9分鐘去破解 Bitcoin 嘅交易。咁呢件事咧，我自己都覺得幾震驚啊，因為講緊9分鐘喎，即係一個幾快嘅速度就可以解破。咁都想同大家做翻少少 background 嘅。咁平時咧，即係量子電腦點樣用即係去破解咧？點樣去用啲咩方法咧？咁其實咧，以前咧，我哋大家咧，如果有公時同私時嘅人咧，即係去傳比特幣嘅時候咧，大家有個概念就係我有公時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好難去知道你嘅私時嘅。咁呢一樣嘢咧係好難去做到嘅。但係呢個量子力學電腦嘅出現咧，就將你嘅如果有公時咧報告出嚟嘅時候咧，就有機會推敲過你嘅私時。咁呢個咁嘅技術咁嘅面世啦，咁Google 呢一個即係言論一出，其實好多人都好驚，同埋我覺得 Google 都係一個即係 Mach7嘅公司，一間咁大嘅企業，佢講得出咧，就其實可能有成90%都做得到。咁呢一個威脅性咧，其實對於成個加密貨幣市場嚟講咧，我自己覺得都幾震驚嘅。咁你作為喺加密貨幣市場咁耐嘅時日嘅一個投資者啦，咁你又點樣睇呢一個即係消息嘅衝擊咧？我
覺得從幾方面睇啦。首先技術上，咁佢話俾大家聽，未來佢都係一個想法嚟嘅啫，即係未來就會喺可能最快，如果冇記錯嘅話，29年、30年就做到呢件事啦。咁樣，即係其實得3-4年嘅啫，而家。係啦，3-4年啦。即係好逼近啊！即係你如果 AI 嘅技術再發展得勁啲，可能佢會唔會出年或者再下一年出現都唔出奇喎，係咯。但係同時間咁，我哋又知道喎，即係加密一個比特幣啦，又或者加密其他加密貨幣啦，又或者係而家用緊嘅銀行系統咧，其實都係用緊差唔多嘅加密技術啦。如果可以破解比特幣嘅話，即係其他嘢都可以破解㗎啦喎。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其實首先可以擁有呢個技術，呢個理論上9分鐘，咁到時候係咪真係做到9分鐘咧？咁呢個另一個問題啦。另外就係其實我哋唔係一開頭唔係而家講呢一樣嘢嘅，甚至乎去到中本聰都提過呢一樣嘢，即係話可以透過升級去解決啦。咁其實上個禮拜我都睇到新聞話，其實甚至乎大家已經有一個方案，即係有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出到嚟話，其實唔需要 upgrade，甚至乎唔需要 upgrade Bitcoin 嘅程式碼咧都可以做到㗎啦。不過都仲有啲缺點啦，即係話每次嘅交易成本就會好多咁樣啦。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大家都準備緊呢樣嘢嘅時候，去到中間因為好多唔同嘅原因，咁就一定會諗到個方法出嚟咯。再者就係我哋講緊量子電腦啊嘛，即係到最後真係用到啦。咁究竟有幾多個機構或者幾多間公司係真係做到呢一樣嘢，而又真係會做呢一樣嘢咧？呢個我覺得係即係理論上可行咯，即係少少嘅可能唔應該咁樣比喻啊，但係少少嘅比喻就係我哋有咗核彈好耐啦，但係我哋會因為好多唔同嘅因素或者一啲角力而唔用呢一樣嘢啦。咁可能除咗話可以升級之餘，政治上或者係財經上嘅一啲原因，都可能會令到呢件事唔會發生咯。咁其實我就唔算太擔心呢件事嘅，因為無論技術上可以升級啦，又或者係發展上可能幾年之後，由於我哋呢個唔係估算啊嘛，即係我哋真係見到好多國家就已經開始計劃買 Bitcoin 啦，又或者係美國都開始諗呢一樣嘢啦，又或者有相對嘅 regulation 好多啦，而且個 pool 都越嚟越大啦。上個禮拜呢個 Morgan Stanley 就已經出咗佢哋嘅 Bitcoin 現貨 ETF 啦。當咁多人去參與呢件事嘅時候咧，會唔會俾呢啲事發生咧？咁都值得諗下。係啊，同埋如果佢真係黑客入侵，咁一嚟咁啊，佢真係訂啲貨出嚟，其實對佢自己都不利咯，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啊？係啊，同埋都補充翻少少啦。其實呢個量子電腦咧，佢講緊即係要配合翻一個叫做授意嘅算法，先可以破解到比特幣嘅程式啦。咁而家因為 Google 嗰個晶片咧，講緊佢本身咧係有105個物理嘅量子嘅，咁呢個105個物理量子咧，其實佢要攻打比特幣咧，嗰個成分其實好細，因為講緊即係攻打比特幣係需要2000去到4000個邏輯嘅量子，因為本身物理嘅量子咧嗰個即係出錯嘅機會好大，同埋好多雜嘅信號，咁所以佢要升級咗一個邏輯嘅量子。咁講緊其實佢呢個105個物理量子嘅話咧，要升級到咁大咧，其實真係要好多時間同埋好多即係構成一個好大嘅因素先可以去做一個邏輯嘅量子。咁變相呢樣嘢，佢今時今日嘅技術咧，佢話可以咁做，但係其實佢真係做到呢一個地步嘅時候，需要嘅時間又會幾耐咧？其實都有待商榷。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驚住先嘅，即係驚有呢一個量子電腦嘅出世啦。咁但係其實有正有反嘅所有嘢。咁啊呢一邊覺得有呢個攻擊嘅時候，其實比特幣嗰一邊有技術嘅人都會諗一啲拆解嘅方法，因為講真，大家都係一啲技術好嘅人嚟㗎嘛，即係佢哋啲 IT 人，咁你去咁樣嘅時候，佢就會應對呢一樣嘢。同埋而家市場最驚嘅咧，就係一啲沉睡咗嘅錢包，因為講緊你地址升級嘅話咧，咁譬如我哋有就可以自己升級啦。但係如果真係一啲沉睡咗嘅錢包咧，其實就變相咧，即係黑客入侵嘅時候，佢又升級唔到。咁呢一個就係一個比較即係大家擔心嘅嘢。咁你又點樣睇呢一樣嘢咧？呢個我覺得技術上而家暫時大家聽翻嚟嘅未必諗到一個好兩全其美嘅方法啦。咁但係到最後，如果真係 touch wood 真係乜辦法都諗唔到啦，我最後嘅手段就係強行升級啦，又或者一啲 hard fork 嘅方法啦。咁但係
呢啲就會可能會引起好多爭議啦，因為可能違背咗比特幣開頭嘅一個初衷啦，又或者其實即係你唔可以咁樣去突然間封咗人哋個地址㗎嘛，即係可能真係我10年前買咗，我純粹冇開到，其實我又冇睇新聞喎。咁我真係唔知，咁可能一個婆婆一個伯伯咁。我又冇睇新聞喎，咁各樣那樣咁樣，咁都唔排除呢一樣嘢嘅。咁但係我想講嘅係到最後都會有一啲即係可能唔係最好，但係一種方法去解決呢件事咯。咁我相信頭先都講到啦，甚至乎上個禮拜我哋已經諗到另一個方法去做啊。不過成本上邊可能比較高少少嘅。咁隨住時間發展，我相信真係會諗到一個唔好話完美啦，但係可以解決嘅方案出嚟啦。同埋都可能即係個社區上大家都討論緊邊個方法最好。咁我覺得如果大家都持有比特幣嘅話，都可以即係留意多啲呢啲相關嘅新聞啦，同埋可能有機會表達到你嘅意見咧，都可能喺啲唔同嘅社群啊或者社區度咧發表你自己嘅即係對於比特幣嚟緊嘅睇法嘅一個建議嘅。咁啊，所以其實即係成個量子電腦即係攻擊之下啦，其實你話比特幣係咪真係會歸零咧？即係好多人係成日講呢個言論㗎嘛，即係覺得一有量子電腦其實比特幣就變咗 scam 啦，唔知點解係啊。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咯，即係因為本身睇好比特幣嘅上升邏輯，我哋本身係覺得多人用啊嘛。咁你而家有量子電腦攻擊之下，當佢突然間可能跌咗好多啦，咁代唔代表佢日後再冇機會升咧？其實又唔代表㗎嘛，係嘛？你又點睇？頭先講啦，即係要攻擊嘅多數都係一啲沉睡地址啦，咁就你當係其中一次熊市咁樣啦，有啲人咁樣睇嘅。其中一次熊市可能係之前我哋驚之前 hit 咗嘅一啲比特幣突然間賣翻晒出嚟喺個市場度啦。咁你當係即係有啲 developer 咧就有呢個諗法嘅，就係話當係一個自然咁樣發生啦，自然一樣嘢啦。當嗰啲地址冇晒啦，當嗰啲地址嘅比特幣已經係流通晒喺市場上邊啦，咁自然咧市場就會復甦嘅。咁但係再講多一樣嘢啦，就係大家擔心比特幣啦，即係個比特幣係好似主角咁樣，但係其實其他幣咧係更加之危險嘅，即係有説法，因為比特幣其中一個大家可以用到嘅功能咧，就係其實每一個 address 可以用一次就唔用啦，就會用一個新嘅 address 啦。咁其實呢某程度上呢方面咧都保障咗大家嘅，但係好多其他幣咧都冇呢個功能。咁其實你聽到 ETH 都係好努力咁諗緊如何升級啦，又或者其他幣都需要做呢件事，咁所以要面對嘅唔單止係淨係比特幣啦。因為 ETH 其實佢背後更加有智能合約啦。咁如果真係攻擊嘅話，其實嗰個攻擊力相對嚟講應該更加大。我自己嘅睇法係咁啊。量子電腦呢一 part 咧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再講下其他即係相關嘅新聞或者消息啦。嗱，我哋見到個霍爾木茲海峽咧，頭先都有同大家講過㗎，即係戰事嘅影響成個加密貨幣市場嘅走勢啦。咁啊嚟緊即係佢開唔開條河咧，即係海峽咧，係啦，佢都係一個關鍵嚟嘅，因為其實影響到個減息時間表。因為我哋見到咧，其實而家個油價咧都好高啊，今朝又即係上翻100蚊樓上。咁啊嚟緊即係個減息時間表咧係幾多咧？其實都冇人知，但係大家都會覺得6月咧個減息機會咧都好似唔係100% sure。咁啊嚟緊去到年底嘅時候，會唔會真係加息咧？其實都有少少百分比咁樣就有講到嘅。咁樣如果真係一旦即係唔係減息係加息，咁啊成個幣圈係咪又會迎嚟另一番動盪咧？我就暫時未想像到，因為我覺得最多都係維持翻不變啦。如果加息嘅話，咁就可能係唔單止比特幣啦，即係所有嘢都跌，咁就唔係講緊淨係幣圈嘅事啦。咁當時候咁會唔會係又係其他嘢跌多啲，比特幣跌少啲咧？咁又再次吸引大家去留意呢一樣嘢咧？咁就值得大家再去觀察一下。咁暫時都真係好難去定斷啦。但係我哋如果留意翻，就可能嚟緊下半年就有即係法案嘅通過啦，會通過啦，同埋即係 Calvin Walsh 講緊，即係而家都未正式話佢上場嘅。但係如果真係換屆，佢5月之後會唔會喺公開場合上面有啲講話，會令到即係可能譬如佢睇好加密貨幣啦，我唔知啦，係啦，或者佢覺得有機會減息時間表持續推進，即係呢啲嘢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咯，因為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嘅因素，但係暫時咧都係有一個未知性喺度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即係市場相關嘅消息啦。好啦，咁啊仲有咧講下即係特朗普啊，即係我覺得特朗普都幾分裂嘅，即係有人話佢上任之後咧已經成為一個最
富有嘅總統啦，個身家由109億去到476億。其實你點樣睇佢去接觸呢個加密貨幣市場？同埋頭先都講過中東嘅戰事啦，有好多人覺得而家佢係控制緊成個全球嘅能源，因為佢係特登攞個即係主導權啦，喺嗰條海峽上邊，佢又即係同伊朗咁樣大家喺度鬥爭啦，即係你唔封你開翻，我又再封翻，即係啦。咁有好多人就話其實呢條海峽咧本身就唔係好影響美國嘅，因為講緊即係全世界1/5嘅油係經過呢條海峽，但係美國咧只係講緊2% 嘅油係嚟自中東。其實最影響咧係啲東南亞國家同埋亞洲嘅國家，例如有啲咩日本啊、台灣啊、韓國啊、印度等等。咁所以其實我見早幾日嗰個橋水基金咧都有一篇報道講啦，即係 Ray Dalio 有講話其實嚟緊係打大戰㗎啦，係世界大戰。但係呢個大戰咧可能唔係話真係開火嗰隻大戰，而係一啲即係可能係貿易戰，跟住一啲而家變咗能源戰，即係特朗普點樣控制嗰個全球嘅能源對嗰個全球嘅影響啊？即係呢一樣嘢你又點睇咧？即係佢上場之後，佢又即係涉足幣圈啦，咁啊而家又玩埋能源啦。咁如果真係開翻海峽嘅時候收保護費，又收呢個所謂比特幣嘅時候，其實又好似關佢事㗎，有機會係咪？你點樣睇啊？我覺得佢係唔係真係做總統期間賺咗好多錢咁就唔知啦。但係其他總統係咪都有賺錢都唔知啦。其實咁我諗佢係因為比較高調啦，同埋佢可能甚至乎屋企都有開唔同嘅關於 Bitcoin 嘅公司咁樣啦。咁正值又係佢呢幾年又係加密貨幣發展嘅時候，再加上啦佢哋自己推進嘅政策都希望美國成為一個Crypto 嘅帶領國家啦，咁所以佢會有涉足到呢樣嘢，我又覺得某程度上係都叫做合理嘅，咁但係佢當中有冇一啲交易或者性咁樣，咁就真係我諗大家都唔知。可能當然啦，其實每一個總統，即係你諗下每一個總統，佢揸住咁多唔同嘅資訊，佢一定會有呢方面嘅一啲即係先機咁樣啦。咁但係唔係每一個總統好似佢咁，日日都講住啊，又或者係咁明顯咁樣啦。睇住佢個 X 啊，或者啲 social media。咁即係我諗佢成個風格係好唔同咯。但係你話佢心目中有冇諗住點樣控制啲油價或者其他價格啊？呢個我估即係佢自己先知啊。咁但係可以肯定嘅係頭先你講啦，即係美國其實唔係好在意嗰度啲石油，因為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石油大國啦。咁所以我諗喺呢一方面，我諗佢係幫緊美國去爭取一啲比較更加長遠嘅利益多啲咯，又或者係令到佢對全個世界影響力再大啲啦。但係調翻轉頭講，我又覺得其實雙方面都唔係好想個戰事拖得太長。因為即係美國佢可能有好大政治壓力啦，咁伊朗嗰方面就應該即係冇乜能力咁繼續打落去。咁我諗再加上即係嗰個和談啦，我哋前一兩日啦，可能好似唔係傾得係幾好咁樣啦，但係起碼冇見到啲拍台走人嘅場面啦。即係同埋呢類型嘅談判啦，我認為都唔會係一次過就傾好。咁所以而家話要封海峽啊，各樣那樣啊，咁係咪都仲係即係其中嘅心裏邊嘅其中一個計劃嘅一部分咧？咁樣真係要繼續睇落去咯。咁同埋佢年底即係中期大選啦，我覺得呢個海峽嚟緊嗰個即係開或者封咧，都對於佢一個即係爭取選票一個好重要嘅關鍵。因為其實講緊特朗普佢點解即係要開打戰事咧同伊朗？咁一嚟係因為想要佢嘅核武啦，啲人有講到；咁二嚟就可能睇住個海峽啦，睇下佢可唔可以從中即係有啲利益咁樣啦。咁我自己睇法，我其實覺得即係伊朗喺個核武方面咧，其實都幾有威脅性嘅。即係我覺得佢呢個國家嚟到講，咁佢去研發咁多核武，其實又即係話封個海峽，跟住又擺好多嗰啲咩水兵啊，即係好危險㗎嘛，係咯。水雷係啦，跟住呢啲即係好似好攻擊性啊，我會覺得係啦。咁本身條海峽又唔係一定係佢自己獨家，佢只係其中一忽，係啦。咁變相我覺得其實要有啲方法去
即係對付呢個國家其實係合理嘅，但係至於用啲咩最好嘅手法咧，咁就當然唔好打仗啦，係咪先？咁嚟緊即係特朗普有啲咩新嘅消息或者再一次面談都好啦，咁大家都要密切留意關注翻成件事嘅發展啦。咁畢竟因為講緊距離中期大選大概仲有成7個月到，係咪？有冇6-7個月到啦？係啦，咁啊佢成個時間表點樣推進咧，真係一個好大嘅關鍵，因為而家講緊Trump 嗰個民意好似跌到去新低㗎啦，係啊，即係如果佢真係要拉取選票嘅話，其實就相當有難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佢嘅發展係點樣啦。咁至於佢去影響加密貨幣方面咧，我就覺得當花生食花生啦，係啊，因為本身佢咪有隻幣嘅係咪？有間上市公司 WLBT Financial， 跟住就話咩出咗業績，我好似前日睇到呢單新聞就話唔知蝕咗好多錢啊嘛，係。但本身倉幣都唔知由幾多錢跌到，就跌咗好多錢，即係好似剩翻10%定幾個%咁樣㗎嘛。係，所以佢嘅操作大家可能睇到面嗰陣，但係佢入邊有啲咩計謀咧，其實就真係冇人知得佢先知嘅。咁我哋就當一半食花生咁樣，一半留意下佢有冇啲咩利好嘅消息咧，再推動成個加密貨幣市場嘅發展嘅。好啦，咁啊另一單即係市場嘅新聞啦，咁呢一單我都覺得值得講下。咁我好似見你直播都有講 Morgan Stanley 嘅 ETF，咁呢隻 ETF 咧有啲咩賣點咧？其實都要講翻少少 Morgan Stanley 嘅背景。我自己覺得咧，本身 Morgan Stanley 就係即係華爾街一個最 top 嘅投行啦，可以話。咁佢以前咧對比特幣嗰個採納嘅態度咧就傾向保守嘅，即係佢唔係好願意開放啲嘢。咁啊佢而家咧就開放咗比特幣嘅 ETF 啦，同埋佢嗰個好似話嗰個費用率啊，比較低嘅。呢樣嘢我覺得就幾吸引喎，因為而家個個買比特幣嘅 ETF 都係 IBIT。咁變相佢而家咁吸引嘅時候，會唔會吸走市場嘅部分流動性咧？咁啊值得關注喎。咁啊呢度你點樣睇啊？當然啦，大家有得揀嘅時候，梗係揀個平啲㗎啦。再加上呢一樣嘢，我諗都有指標性嘅，即係從佢哋之前好似你頭先咁講啦，一開頭嘅時候好唔中意比特幣啦，到近嚟啦，唔單止佢啦，可能好多其他銀行都開始喺佢哋嘅建議裏邊，可能以前係提都唔提比特幣或者 crypto 咁樣嘅，咁而家可能佢哋旗下嘅一啲投資顧問各樣嘢都好啦，可能都會話：你可以將1%或者2%擺入加密貨幣喎咁樣。咁其實成個趨勢都見到好唔同嘅，即係你見到個發展係非常之好啊！再加上咧，如果你有留意其他新聞嘅話，都會見到無論係即係日本嗰邊都係，日本嗰邊都前2日都通過咗話比特幣係正式嘅一個資產啊，大家可以即係喺法律上認定嘅一個資產啦。咁其實好多呢啲嘢咧都話緊俾我哋聽咧，即係頭先你講會唔會歸零咧？我覺得就即係而家就冇人唔應該再討論呢啲嘢，即係再已經係踏入咗下一個階段啦。即係究竟係呢一樣嘢個發展潛力有幾大咧？又或者普及性有幾多咧？即係諗呢啲嘢會比較實際少少咯，我會覺得。咁啊嚟緊佢嗰個吸金力驚唔驚人咧？大家都要繼續去期待啦。同埋我覺得始終上年即係比特幣升得咁多啦，其中一個主要因素都係啲華爾街資金進場。咁而家由一間華爾街機構本身由一個好保守嘅態度轉去積極嘅態度，咁其實都係吸引熱錢流入嚟。我自己睇法，就算佢即係同 IBIT 有競爭都好啦，咁啊可能各有各做咯，各有各唔同嘅客，咁啊始終唔同嘅客路，咁所以我覺得都係一件即係比較值得大家關注嘅事嚟㗎。最後咧有個新聞啊，就講Michael Saylor 嘅，係啦，就話佢咧透過 STLC 咧，原來喺上個禮拜就籌咗一筆好大嘅錢。咁呢筆錢咧其實係講到可以買到成4000粒嘅 Bitcoin， 係啦。咁呢個新聞我自己覺得好誇張，因為我之前直播咧係啊，因為我都好留意 STLC 嘅，我覺得佢呢個財技玩得好得意啦，即係佢係個股價可以穩定，跟住派高息，咁講緊派11.5厘嘅息。咁而市場咧對呢隻公司咧嘅呢一個咁嘅財技，呢一隻 IPO STLC 咧又相當之買漲喎。上個禮拜就吸咗咁多錢流入，咁可以買到咁多 Bitcoin。咁如果因為佢呢一個做法係講緊呢1-2個月咧係特別急㗎，咁買得好多，咁所以市場上都比較關注。咁會唔會嚟緊即係可能今年裏邊即係MSTR 有冇機會儲齊佢5% 嘅目標咧？如果恃住呢個步伐去加快嘅話，不過都係一個好遠嘅距離嚟嘅。但係我自己覺得都幾想同大家講
呢一個消息啊！你自己又點樣睇呢個 MSTR 嘅操作？首先嚟新咧 STRC 咧，佢推出嘅頭幾個月咧，我已經開始買㗎啦。咁之後一早知道有呢一樣嘢存在，亦都覺得呢一樣嘢係十分之聰明嘅，因為實在你喺市場上邊揾唔到任何接近11.5%，而又穩定地每個月派到，而又個價又 keep 住係挨住100蚊嘅呢一類型嘅 product 嘅喎。咁當然啦，佢有佢嘅風險啦。咁但係成件事我覺得係非常之聰明嘅。頭先你講啦，即係可能我哋見到 STRC 升到去101仙咁樣，嗰一仙咧其實已經令到佢咧可以買入好多 Bitcoin 㗎。另外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可以嘗試上網揾一揾啦。有一啲網咧係觀察住每一晚究竟呢個 STRC 嘅變動可以令到呢個 MSTR 可以買到幾多 Bitcoin 嘅。咁呢個都十分之有趣，係啊，呢個都十分之有趣嘅。另外就係Michael Saylor 其實喺好多唔同嘅 conference 裏邊都有介紹呢一樣嘢。其實佢唔單止出 STRC 嘅。不過 STRC 係最穩定嘅一隻啦，我諗大家會選擇嘅一隻啦。佢亦都會有其他唔同嘅，可能係唔同貨幣啊，可能係個比特幣嘅比重唔同啊，咁嗰個波動率咧會係高少少嘅。咁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呢個係即係佢成 set 咁樣嘅，亦都係佢而家都唔係唯一一個，因為有其他公司咧都開始去抄佢，或者即係好似開頭買 Bitcoin 咁樣，係啦，又係做翻一模一樣嘅嘢啦。不過你見到嗰個流動性啦，又或者係嗰個波動咧，都會係比 STRC 即係流動性低啦。咁但係咧個波動性咧會大嘅，咁所以如果要接觸呢一類型嘅嘢嘅話咧，暫時嚟講都係 STRC 比較好啦。咁講翻 MSTR 嘅話咧，就其實由高位跌到落而家咧，其實已經係我諗由差不多接近最低嘅時候，我諗都接近80%咁樣㗎啦。咁我自己覺得有少少跌過龍咗少少嘅，又或者咁講啦，之前係升過龍咗少少啦，而家就可能去翻一個相對地合理比較低嘅水平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長遠嚟講，尤其是啊喺呢段比特幣係咁跌嘅時間，佢用唔同嘅方法啦，買咗好多 BTC 啦，咁相對嚟講其實係抵咗嘅，因為多咗 BTC 啊嘛，係咪？咁所以就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咯，即係尤其是我諗仍然都有好多人係未必會即係鼓起到勇氣，或者各樣那樣原因係未必可以開到個crypto 戶口，或者係各樣方法去直接買 BTC 嘅。咁有啲人會選擇買 MSTR 嘅，咁又或者 ETF 啦，各樣都有嘅。咁因為覺得 MSTR 個爆炸力勁啲啦，咁樣啦，咁都可以考慮一下咯。即係喺而家比特幣唔算太高嘅情況之下。咁最後都想同大家講下啦。咁如果譬如你可以買相關公司 DAT 公司，亦都可以買 ETF 啦。咁啊用一個，如果我哋富途嘅話咧，就可以即係直接買 Bitcoin 啦。咁啊用一個 DCA 嘅做法啦，永遠都係即係可以話個價錢咧係比較最平同埋吸引嘅，即係唔係平啦，即係因為 DCA 分好多種嘅，你可以每個月1號買入嘅，亦都可以主動 set 啲價位去買入，即係譬如可能我主動 set 大概可能6800、6500，你就會持續去買入嘅時候，或者可能你買入嘅數量大概係0.01咯，咁樣係持續去買。咁呢個圖咧就話俾大家知咧，其實喺過去幾年嚟到講咧 ，DCA 咧都係一個即係平均成本法咧係可以令到你嗰個，就算個資產價格好波動啦，但係其實買比特幣咧都係一個唔錯嘅回報㗎。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好多謝即係 Leo 上嚟同我哋講咗咁多嘢啦，係啦，咁啊大家都即係知道量子電腦嘅攻擊啦，同埋嚟緊即係個中東戰事對個加密貨幣市場嘅發展啦。咁比特幣咧係絕對咧唔會咁容易歸零嘅，因為始終佢嘅基本上升邏輯講緊即係需求持續，供應有限。有一個1蚊嘅 order 係買晒2100萬啦，咁所以咧可以唔會歸零。係咪你落㗎嗰個？有我唔記得咗個名㗎，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下。咁所以就唔會歸零啦，係啦。咁啊回應翻我哋今集嘅題目就係即係量子電腦嘅威脅咧，其實比特幣咧就唔會歸零嘅。咁多謝大家收睇今日嘅影片，如果中意個影片咧都俾個 like 支持下啦。咁有興趣就關注翻我哋嘅頻道啦。咁我哋下次咧再同大家見面㗎。拜拜。拜拜。